台湾传奇林侯拜圣地古装戏剧，目前当伫咧台南进行拍摄工作，为求拍摄顺利，29日由制作人陈昌林以及剧组、蓝天府主委张志忠、东区区长颜灵通、议员陈义珍等贵宾做伙参与开镜典礼，祈求工作顺利，收视长红。今年就是台湾400年这个戏剧如果在刚刚年18年之前做得很好而且重新咱炒作比较做300了，咱来重新内部一个比如咱们这个开机一定顺利，咱的收视一定长好。我们今天全部蓝天府所有师兄师姐都办得漂亮，而且我所说的戏如人生，人生如戏人生中一次演一次不错的这次是一个体验在此呢，我再感谢我们林氏台湾奇案全民部落的演辛苦的在我们南部又在这炎热的天气之下我们这个关闭生命这个戏希望演员能够如如医生林侯拜圣地有计将伫咧台南甲台北2地取景拍摄5集戏剧以及蓝天府的介绍等等。演员的卡司嘛真有看头，有陈画画、玛利亚、王大雄、李婉瑜、陈乃真等等，甚至连立委陈廷辉也来帮忙演出。今日足欢喜会当来到蓝天府拍台湾传奇这位是阮蓝天府的主委李长伯也个有阮的老主阮这出片简单来讲，就是有这下高山伊是安怎会摆文形性地咧所以这段故事足精彩，您一定要准时收看。很高兴、很荣幸可以参与这个台湾传奇林侯拜圣地这出戏，也感谢美珠姐给我这个机会来参与演出所以在这里希望台湾传奇这部林侯拜圣地可以收视长虹。台湾传奇林侯拜圣地目前正在赶拍当中，有计将伫咧暑假期间上档。喜爱台语古装戏剧的朋友千万唔通错过。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